Hello 小朋友，我係 Sheldon 媽咪。今日同大家講嘅故事叫做《白熊兄弟去買菜》。同爸爸媽咪一齊去買餸，大家就試得多啦。有冇小朋友試過自己去買餸呢？今日我哋嘅主角白熊弟弟，佢自己第一次去買餸啊，唔知會發生咩事呢？中午過後，時間都差唔多啦。哥哥保羅準備好菜籃、錢包，係時候要出去市場買餸，準備今晚嘅晚餐啦。就喺哥哥保羅出門口嘅時候，弟弟樂爾突然間有一個提議啊！弟弟話今日要由佢去負責買餸，哥哥梗係唔同意啦，仲話弟弟一個人去實在太危險啦。不過樂爾佢話自己已經大個仔啦，一定可以做到㗎。佢哋為咗呢件事拗咗好耐，哥哥都冇晒辦法啊！最後唯有將要買嘅食物寫落張字條度，連埋個錢包一齊交俾樂爾。哥哥其實係好唔放心樂爾自己一個人出去噶，所以啊，佢一路都靜雞雞跟喺後邊，只係樂爾唔知道啫。樂爾好興奮啊！佢孭住個錢包，拎住個菜籃，一路哼住歌，開開心心咁樣出發去市場。話咁快就嚟到商店街啦！喺商店街入邊有唔同嘅鋪頭，有賣水果噶啦，賣芝士，賣乾貨。樂爾望住哥哥交俾自己嘅字條，我第一樣應該買咩好呢？我應該去邊一間鋪頭買呢？喺呢個時候，哥哥保羅其實一直都匿喺後邊。佢又緊張又擔心咁樣望住樂爾，究竟樂爾搞唔搞得掂呢？好，樂爾決定首先去蔬菜店。喺蔬菜店入邊放滿咗五顏六色新鮮嘅蔬菜。根據哥哥嘅字條，樂爾只需要買一條小黃瓜同埋一個番茄，冇問題啊！樂爾完全可以做到。跟住就要去鮮魚店。喺鮮魚店入邊有好多新鮮嘅海產。今次我哋又要買咩呢？樂爾睇下，原來係要2片三文魚，仲有1塊紫菜。俾完錢，接過貓老闆俾嘅食材之後，樂爾就離開啦。最後嚟到米店，今次我哋要買2杯米。烏鴉老闆都好忙啊，梗係啦，咁多小動物嚟買米。爾樂都好有耐性咁樣等待，終於都買齊晒所有食材啦。哥哥保羅見到爾樂終於可以平安完成任務，佢終於都鬆一口氣啦。點知就喺保羅放鬆嘅時候，突然間，咦？爾樂唔見咗嘅，弊啦！爾樂去咗邊啊？保羅好擔心啊！佢走遍成個商店街，不停大聲叫：爾樂，爾樂，你去咗邊啊？但係都揾佢唔到啊！街上嘅途人都話冇見過爾樂。哥哥真係好擔心啊！佢仲開始胡思亂想添。弊啦！爾樂會唔會係俾壞人捉走咗呢？佢會唔會出咗馬路遇到車禍呢？佢會唔會而家一個人喺度喊緊呢？點算啊？哥哥越諗就越驚，仲驚到喊咗出嚟添。太陽都開始落山啦，哥哥仲未揾到爾樂啊！佢真係好擔心，冇晒心機啊！佢一個人喺街上面行緊，突然間去到公園嘅時候，見到一個好熟悉嘅身影喎。咦？嗰個咪爾樂？真係爾樂啊！哥哥馬上跑過去攬住爾樂，一路喊一路講：我真係好驚啊！我以為唔見咗你啊！爾樂佢都有同哥哥道歉，佢知道自己靜雞雞去公園玩，唔返屋企係唔啱噶，仲令到哥哥咁擔心添。2兄弟一齊手拖手返屋企，然後佢哋就將今日買返嚟嘅食材擺晒喺台面上面，開始準備今晚嘅晚餐啦。首先梗係要煮咗啲白飯先啦，仲要煎香條三文魚。跟住佢哋就將小黃瓜同埋番茄切好，我嚟做裝飾。噔噔噔噔，白熊兄弟飯團完成啦！咦？點解哥哥個樣咁趣怪嘅？
連佢哋自己見到都忍唔住大笑。食飯嘅時候，樂意問哥哥下次仲可唔可以俾佢自己一個人去買餸。哥哥話可以，不過佢要樂意記住，千祈唔可以再好似今次咁樣自己一個靜雞雞去咗其他地方玩啊。小朋友，你哋都係啊，去邊度玩都記住要話俾爸爸媽咪聽，如果唔係，爸爸媽咪會好擔心你哋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